远甲阮伫地主，就是以马内利的主。咱要用这首歌来学咱的主哦，来。以马内利。 主以应允咱安尼讲，咱斗阵来读。耶和华圣的百姓啊，恁着唱歌学罗伊，纪念伊的性命来感谢伊，因为伊的受气不过万年久，伊的恩典是一生的久。规暝虽然有啼哭，早起时就会欢喜。 恁若点伫我，我的话点伫恁。既然所爱的，恁着求就要甲恁请。我将你的话语藏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兄弟姊妹，咱来感谢阿罗这位，甲咱永远伫在以马内利的主，嘛来伊来认罪，咱是毋是有得罪伊的所在？ 因为伊有应允，伊要赦免囝仔伫伊面前认罪的人，咱开出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主的主，因为这是在人完全的主力下来，主问你在下，就在时阵，就是啊，上帝最是，你啊，上帝最多，主每经历主，你是爱主，主你是多，你求主你清晰啊，来下面款。 怜悯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甲阮伫地，不管阮伫什么所在、什么境遇，主啊，你无离开阮，阮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主，你讲你要赦免囝仔认阮的罪的人，你就要互阮对迄个不义中间、对罪恶中间，互主你来救。感谢你是你家会保护、洗去阮一切的不义，赦免阮的罪。 继续带领阮行伫主你恩典中，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请坐。咱要来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这是上帝的吩咐咱就爱举起咱的手来为着咱所徛的所在来守望。咱斗阵来读上帝话，恁同你该写我的话，恁对我所讲的话，拢是要害我。 因自责，卖我地上我的脚步，亲像长弹要害我的性命。因做歹，因为都拖慢。上帝啊，求你伫受气中，互正百姓对倒，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 代代无尽，阿门。兄弟姊妹，咱要来为着咱的国家咱所徛的所在来守望、来祈祷，咱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住在这块土地是主你所听到，是福尔摩沙美丽的宝岛。主啊，你的心意就
伫遮的人，主你的名来咯，主恳求你伫即个所在得罪你的，主我恳求你来赦免阮带阮离开迄个歹的，主互阮用阮的嘴是来学努力，用阮的嘴来祈祷来守望，毋是用阮的嘴来批评论断，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即种掌管者，主阮也知影写伫主你的公义中间，主恳求你来做阮国家的主，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阮感谢你，万有拢是靠你所创造，主特别是台湾这块土地，真侪福尔摩沙美丽的宝岛，主你的心意就是要祝福，就是要互这块土地的人会当拢来归向你，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用阮的嘴来学努力，来高举主你的性命，毋是用阮的嘴来辱骂、来批评、来论断。主，你无爱阮论断，总是主你要爱互阮有判断。主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为着这块土地、阮的城市、阮的社区来祈祷。恳求主亲身来带领、来掌管。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嘛要为着有需要的，特别是伫身躯，也是你心内有真艰苦的事恳求主来医治、来讨帮。咱来上帝话明明安尼来甲咱讲，咱来读请。耶和华，我的召唤是应该学落的，伊假是我的手画真正，假是我的指头画三台。伊是我的阻碍，我的山寨，我的原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倚靠的。伊予我的百姓降服伫我的下面。恁既若着我担重的，就就近我，我要予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顺，因为我的担来学我。就恁的心情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兄弟姊妹，咱若是有身躯病痛，也是伫婚姻的工作也是学业，也是人际的关系，有任何的困扰，咱拢会好当来到主的面前，咱会当徛起来。你若有需要，请你徛起来。有兄弟姊妹会当到你的面前。来为你来祈祷勇敢徛起来咱的同工车来到因的边来服侍，咱嘛开嘴来为着来你家己的需要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你大权能的手，主你要来扶持，要来帮助，你要来为着你所听的囝儿来祈祷。主，你要医治，主你要来带领，主，我感谢你。主啊，你的圣名是有大权能的，因为你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全能的神。主，我感谢你。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来宣告，主你是帮助阮的，主你是真做阮快乐的主。主，我感谢阿罗你。主，我恳求你伫阮的人生中，主，阮若是伫个遐行袂路的时阵，主按照你的话语，你来引带阮。行伫平坦的路，因为主，你讲你是阮的牧者，阮就无欠亏。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阮要奉你的性命来宣告。主，阮的好处无伫主你以外，主除了你以外，主阮无别的神通救。主，阮知阮的身躯虽然会渐渐衰弱，总是主，你是阮唯一的倚靠。你要互阮身心灵拢会当健康，阮灵力兴旺，互阮手所做工会当得到分通，为着就是要来荣耀上帝，要对人来有帮助，互人会当认捌这位看袂到的上帝。主，恳求你亲身带领，阮来恳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为着主日来祈祷，请咱大声来宣告，请我要保扬你的名伫我的兄弟，我要学乐你伫会中，因为无论什么所在，伫两三人伫我的名事实，我也伫因中间。大声讲，受台的羊羔合宜得到权能，
富有、智慧、快乐、尊贵、荣光、乐乐。那你姊妹，咱要为着几项代志，个人也是的性命，会当甲主搁较好。那么为着今仔下晡圣诞节第二遍求悲来祈祷，恳求主来掌管，为着今仔日这个林捌基要真理嘛来祈祷，为着第4区苏青长老区长。个小组长谢志鹏小组长甲简慧清小组长来恳求上帝将做因小组的主，恳求主亲身来带领，咱为着今仔礼拜来准备来祈祷，请咱起立，咱要来为着主日来大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设立主日就是要来互阮分别做圣，主，阮恳求你亲身来带领，正做阮今仔日敬拜的主，主啊，愿阮今仔日所伫遮的主啊，你看当每一个人心的祈祷，主你听见，主啊，恳求主你对阮的心来讲话，主啊，阮将一切敬拜而乐，拢要正做旁要来献互你，恳求主你来互阮来学你所教导阮的主导文，阮要安尼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共那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阮入伫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就是你。用嘴认耶稣做主，用心信上帝，互伊对死人中起来，就要得到救。因为人用心信，得到得到义；用嘴认，得到得到救。而这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咱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义，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义，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义，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义，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义，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义，囡仔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只要咱信，咱就会得到上帝恩典。哈利路亚！亲爱兄弟，请做
享受咱来相共，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因为上帝也你听我，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因为上帝也你听我，我要听你的我心。敢有人知？理想的事需要了解，家己不通搁袂当担，纯粹享受咱来相共。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因为上帝也已听我，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上帝听候。我要听这一我心。咱将咱的心交予上帝，将咱的性命交予上帝，予上帝来引带。有些东西虽美丽悦目，却是现今能叫人万劫不复。有时一念之差铸成的大错难弥补，对于罪应坚决地守护。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东拼西凑寻找所有的幸福，一心想追求完美，结果却伤痕累累，生命拼图也变得支离破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无底洞，越是追求心灵越虚空，所做一切就像在捕风。永恒中所思对付使人付出，不会带来
是一念之差铸成的大作，难弥补对于罪应坚决地说不。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东拼西凑寻找所有的幸福，一心想追求完美，结果却伤痕累累，生命拼图也变得支离破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无底洞，越是追求心灵越虚空，所做一切就像在捕风。永恒处所示的物使人富足，不会带来任何忧虑和痛苦。何不让它来介入？何不让它来重组？在那里有最美的蓝图。永恒处所示的使人富足，不会带来任何忧虑和痛苦。何不让它来介入？何不让它来重组？在它那里有最美的蓝。永恒主，永恒主所示的福使人富足，不会带来任何忧虑和痛苦。何不让它来介入？何不让它来重组？在它那里有最美的蓝图。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每一脚步拢有你的引带，阮的生命拢是你的掌管。感谢阮的年纪一般到70岁，勇行通到80岁。拢是阮最阮的烦恼，阮的忧愁，主你来就是要来担当阮的烦恼，甲阮的重担。求你赏赐阮有属主的思想、情感甲意志，互阮做正确的决定，帮助阮的生命，因为有主你的介入、你的掌管。互阮生命的这个拼图，拢会通更较完整、更较水、更较有五望。愿主你开阮的心，帮助阮伫敬拜中间，注意来听你的话；伫阮的生活中间来活出你的听；伫阮的生活中间领受你恩典满满。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三脚来吟圣诗，圣诗第306首。我的心你着俄罗主，咱要做伙来吟2遍，请起立来吟全首。我的心你着俄罗主，着俄罗主因更鲜明。我的心你不当袂记，一切恶事是主所行。我主，我的心你着俄罗主，我主，我的心你着俄罗主，我的心你着俄罗主，着俄罗主的更鲜明。我的心你袂通袂记，
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我们要高举你的名，用心灵甲真理来敬拜你，也要用嘴甲乐器来学乐主你。因为你美好的创造甲赏赐，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将阮生命的主权交予你，无论是伫顺境还是逆境，阮拢要轻调伫主你，亲近主，顺服主。伫阮的人生的道路的安排甲引带，拢有主你来看顾。阮相信主，你的确会将丰盛的恩典赐福予阮，予阮一生教业无欠亏。有主你的固守甲平安，时时甲阮同在。主啊，我要向你来认罪，求你怜悯饶赦阮的过失。你捌应允阮，既若谦卑祈祷，求见主你的面额，活转离开阮的歹路。主，你要对天来听，赦免阮的罪，也医治阮的地。阮恳求主来医治阮心灵的欠缺，互阮伫家庭、信仰、事业各方面，会当得到祝福、赏赐，有美好的见证来迎神益人。也求主圣神临到伫阮，应油抹阮，互阮传福音，互丧乡的人，找阮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透放，也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主啊，我要将今主日下晡圣诞节的第2遍筹备会，以及志工队干部的会议，一切拢交托伫主，恳求主来施恩掌权，互这个会议拢会当顺利来进行。也为着人捌基要真理的课程，求主互学员有较无的心，愿意接受装备，伫信仰顶面会当日日拿加天。也求主来看顾阮第4区、第9组甲12小组，求主来引带带领副长陈淑清长老、小组长谢志鹏、简慧清小组长，恳求主，互组员拢会当伫每一日有固定的灵修，甲主来建立和谐美好的关系。嘛恳求主带领组员出日行达，一切拢平安，心身灵拢健康勇壮，灵魂体拢兴盛。求主也带领小组会当行公义、好人品，存谦卑的心，甲主同行，有火热的心来追求信仰，充满主耶稣的生命。阮伫遮也要恳求主来掌权治理阮的教会，求主来装备阮的牧者、中级、副长、小组长，贴心的同工，伫教会各事工的推展，拢会当尽心尽力。求主也继续来呼召、竞选主理的工人，有合一的心来服侍，做伙来去做主理的教会。这时，阮也要为着阮教会的信徒来祈祷，恳求主复兴阮的信徒，积极来传武聚会，加添阮读经甲祈祷的动力，搁用宣传的疼心来彼此服侍，机体当甲主相结连。明白真理，用信心来跟对主，活出基督的款式。主你讲，夜目看远已经熟，通挂啦。守寡的人得到工钱，积资五谷到永活，互夜整个、守寡的三甲欢喜。主阮期待阮的信徒拢会当成做主理的工人，小车派传扬主。来扩展上主福音的国度，互教会人数会当得到增长，实现主伫迦南教会的意向甲目标，来荣光主上帝的名。恳求主这时圣神降临，感动也启示老牧师伫所要透放的信息，会当成做阮灵命更新的来源。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You
坐。三甲来交托启永文，启永文第23篇，伫圣诗的后面，也就是诗篇第96篇。启永文第23篇，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保卫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这声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这时，咱要请单立红兄弟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歌是《有人在替你祈祷》。
这时咱要来看上帝的话。今主日的读经，由原是我来读，要邀请正会长起立，静静来听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8章第9节到12节，咱要来体验尼希米迄当时的情景。尼希米记第8章第9节，免着我来读。总督尼希米，甲做祭司的经学士以斯拉，甲教示百姓的利未人，对众百姓讲：今仔日是耶和华恁上帝的圣日，毋通悲哀啼哭，因为众百姓听见律法的话，拢啼哭。伊阁甲因讲：去啊，恁去食肥的米，啉甜的味。无备办米的人，就分予伊，因为今仔日是咱的主的圣日。恁毋通忧闷，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对安尼，利未人安慰众百姓，讲：着静静，因为今仔日是圣日，毋通忧闷。众百姓就去啉食，也分米予人，大欢喜，因为因明白所传予因的话。以上，会长请坐。这时咱要请本堂老牧师来讲道，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经常喜乐，经常喜乐”。有牧师以及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足欢喜，也足喜乐，就是咱的兄弟姊妹对土耳其会当平安回来，甲咱斗阵来聚会。是啊，当咱回来到厝的时阵，搁一遍看上帝的话语甲应允的时阵，咱就慢慢的心内真喜乐。就亲像今仔日经文所讲的，咱看到尼希米伫第1章甲第7章，认真咧拍拼。尼希米一直咧讲我来引带，我领受遮个来去做耶路撒冷的城墙的城墙。总是到第8章的时阵，咱就无看见我哦。这个时阵，尼希米已经用另外一种的口气甲称谓来讲，就是第3人称，无搁讲我。咱就知第1章甲第7章城墙城墙已经起好啊，城墙已经起好，就是城墙已经起好了。第8章开始安怎？起好过来要创啥物？哇！今仔日咯，咱无读的经文总是，咱已经甲因迄阵啊共款，就是徛咧听，迄阵啊拢徛咧听哦，徛几点钟哦，咱等下就知。徛几点钟，又看卖。伊拢听徛的无通啊看，因为古早伫迄个时阵，圣经是用希伯来文来写，而且是用羊皮安尼一卷一卷啊拍开，干那看有希伯来文的人，特别的人，干那今仔日看的以色列，伊才会使安那来读，因为伊才看有。因为咱知伫尼希米迄个时阵，一个以色列国已经被灭啦。咱知就是伫大卫王了后，啥物说啥物？所罗门了后，伊安那无法，伊的囝儿是势无法度过掌权，所以互以色列国分做2国，一个北国，一个啥物南国。北国无偌久，互啥物国？亚述甲灭掉。南国咧嘛无偌久，互啥物？巴比伦灭掉，甚至甲一寡人精英吼。迄个时代真巧的人，王强的人，拢掠去伫巴比伦的所在。咱知有一个人嘛去即个时空掠去，伊号做啥物？
但什么？但伊哩嘛去用掠去，迄个时阵。总是去用掠去的时阵，有个人心就艰苦啊！啥咱的国家去用掠去巴比伦啊，国去用干一个苦毒，咱的生活真苦啊！上主就对先知来讲安那，恁免烦恼，毋通忧愁，因为我是互恁伫迄个所在被掠几年以后，要搁互恁转去到恁家己的故乡耶路撒冷几年？70年。哇！真奇妙，上帝话记在伫圣经中，伊的应允拢安那一一的应验。所以70年以后，这个时吼已经毋是巴比伦啊，这个时是啥物？路德记，咱讲路德记，迄个时是啥物？波斯。哦，已经是巴比伦吼，用无偌久啦。咱讲啊啦，用的时间较少。什么？反正迄我对，谢谢啊！摇摆无落魄的久啦吼，所以真紧巴比伦就过去吼波斯啊呐灭掉，所以波斯吼伊感觉，哎呀，我吼或者以色列的人踮遐伫迄落吼，我管理足歹管理好，我互因转去好啊！哎呀，真正按照上帝话来应验哦吼，哇，就互因开始一批一批人会转去。所以今仔咱读的经文就是安那，知咱的主是有应验的。因起好声唱了后，因就徛在听上帝的话，因为是伫圣日的中间，就亲像咱一样。迄阵啊，无圣经，迄阵啊，敢特别的人看有这希伯来文，才会使来读。其他的人想要听上帝话，就爱静静来听，而且因拢安那，毋是坐咧哦，是安那徛的。我拄仔看到吼，咱逐个第一场嘛共款，讲咱静静来听，有的人咯袂免你安那。袂习惯，也是爱看哈，手机紧摕起来看，咱练习看卖啊，用听的。兄弟姊妹，上帝话咱听去就去行，咱就会经常会当喜乐。这个经特别甲讲起来，就是讲读经，你着安那上喜乐，会定会当喜乐。哇，会当笑甲遮笑嗨嗨哈！咱若过去的迄礼拜吼，你若有看财经的新闻，你就知影笑嗨嗨啦，安那？因为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啥？圣诞老公公对无？是圣诞老公公啦！你若对头吼，30年前20几年前，你若买台积电，你即马安那？因为这礼拜伊的股票的价小个安那？上悬哦，已经要到偌济？无人知吼，可见大家无注意，是咯，点点食三碗公。有一个妈妈有一个家庭哈，以前一个妈妈伊就想讲，哎呀，我顾囡仔啦我拢无机会读硕士、博士啦心内真艰苦啊，因为开始结婚生囡仔，伊的这个理想拢无法度来发挥啊伊是学会计财经，佫是证券公司的这个高级的营业员安尼，又足无彩啊我都无法度去发展安尼。有一边咧读圣经，上帝就甲伊讲，这股票有咧圣经内面，注意听想讲你免烦恼，敢若今仔经文，你免安那忧愁啊，这是圣日，你免忧愁啊。你想看卖啊？台湾迄个时阵，啥物人硕士、博士上济？当然嘛，迄个时阵拄啊新的产业或者啥台积电啊，人遐内面博士、硕士做这，这个妈妈就讲甲我啥物关系啦？读圣经了，讲甲我啥物关系啦？有关系啊！你若生一个囡仔你就该买一张股票互这个囡仔。对，因为有硕士、博士为你的囡仔咧做工课，有理也无理。哎哟，这内面足侪硕士、博士人，因规家伙拢伫咧遐咧为你拍拼，因为只要你买一张伊的股票就好啊这个妈妈就讲，上帝爱买无？我会甲你讲啦，你免烦恼啦，免烦恼，心平安。所以一个囡仔出世，伊就该买一张。迄阵敢若听讲啦，听迄个妈妈讲50几箍啦。
吼，啊，就一张啊呐5万啦，啊，一个生一个囡仔，就互伊一个50几箍，生一个就50几箍，搁生一个50几箍，啊，一人一张安尼吼，囡仔大汉，慢慢仔就大汉。请问50几箍台积电买也有变100箍无？有无？有吼，爱卖也免卖，啊？免卖谁讲诶？哦，迄是即马咱咧讲啦吼。伊去到100几箍，搁落甲几箍？40几箍了。迄妈妈讲爱卖也免卖，圣经内面有写无？免烦恼，心平安呐。吼，免烦恼心。啊，囡仔都还未大汉，你要卖安那？对无？所以即马已经300箍，爱卖也免卖。免烦恼，心平安，因为你咧烦恼，你咧着跳。你有即句话伫即中间无？张总无人问伊讲，伫咧遮尔竞争中间，你是要行较紧的，还是较慢？伊安那讲，咱这华语的啊吼，咱读一遍刚好。好，请。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因为时间与机会。哇！记者各国的外国的记者，你知吼？伊英文足好。人问伊讲，遮尔竞争的世代。吼，啊，这全世界中美贸易，啊，我要安那来？你拢安那引出你的这个公司，伊用即句来讲引。哇，咱内行，咱一听就知影，伊用啥物话？上帝话啊！啊，搁一遍人就问伊啊，问伊讲哇，人生遮尔短，啊，到底是要安那活？啊，即句哪会敢若甲咱生命拼图迄共款一句对哇吼？人生遮尔短，我要安那来活？对人生你有啥物看法？伊安那讲？伊讲我体认到生命中的缺口，仿若我们背上的一根刺，时时提醒着我们要谦卑，要懂得怜恤他人。咦？哇！即句话就成啥物宝啥物路讲过？有无？我身躯有一支啥物？刺啊！总是我知影安那。上帝稳定到也用啊，兄弟姊妹，咱唔知张忠谋是毋是基督徒，咱无论，咱先无论啦。我听讲，伊每一工早起来，拢先读啥物？真奇妙哦！伊每一工伫伊身躯边重要的人讲，伊每一工早起来先读圣经。何况咱是基督徒，上帝所听的，咱敢无要摕到即个秘诀吗？咱生命中会当互咱每一个时读圣经，咱就会当上喜乐，会当常常有愿望，咱就有竞争的力量。尼希米迄阵啊嘛是共款，咱看基督教应验牧师讲，当因波斯迄个时阵，互因国王互因转去耶路撒冷会当登起圣城，头一个转去的就是啥物？所罗巴伯。伊伫个公元前哈，伫个即个世纪正538年前，过来啥物人转去要来，互因宗教改革，互因的人民的心得到即个更新。上帝的话，搁一遍伫因的心中，会当互因挖出来，是伫个主前伫个458年。上尾是啥物人？尼希米。尼希米是到主前444年的时阵，才转去一个城墙来起重新来起这个城墙。咱就知，这个起城墙、起圣殿。是要为着创啥？哎呀，就是要为着互人会当明白上帝，互人活出圣经真理的喜乐甲影响力。就像咱教会去做教会，咱毋是干那去礼拜堂尔。昨阮咱的即儿童的牧区去台中退休会参观2间的教会一间是中孝路教会，台中的一间是金旗教会。哇，拢1000人以上，另外一间教会4000几人诶。哇，
遮个老师青年讲：“哎哟，这间教会哈，一点仔都无成，总是内面有啥物？因为足豪华的啦吼。互阮上界感动的一项代志，就是4000几人的教会，因用上帝的话语，另外伊有一片墙，迄落一片墙啊，墙啊一个，拢是啥物？啊，你也要做迄个圆的造园的服饰，因有足大片的草地。第二，你也要做保安呢，因为因除了有即个保全人员，伊阁有同工兄弟姊妹，你会当来做保安的人。另外，阁有你要招待的，另外阁有你要顾囡仔的，另外阁有你要做 PPT 的，另外你阁要做新媒体的。迄毋是敢若两排的，是一面墙，拢总是互兄弟姊妹来认我要做啥物。兄弟姊妹，咱要做啥物？咱毋是敢若伫咧遮礼拜，凉做好，凉做礼拜，感动就转去，无啊？毋是，咱嘛伫遮要互上帝来起造，嘛要斗阵来起造上帝的教会。因为咱起造教会，咱就要互相来造就，咱要互相伫上帝的教会内面，咱彼此来提醒，搁较侪明白圣经，而且要活出圣经内面的真理甲喜乐。咱毋是做教会的消费者，咱要加做教会的门徒。阮头一间去的是中孝路教会，我非常的感动，就是主任牧师，阮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广告，拄我带一个，因为这个牧师写主任牧要征主任牧师主任牧师是要退休啊？是因为主任牧师身体无爽快。总是我看到这个主任牧师，若讲到传福音，哇，迄精神比18岁搁较有精神啊！伊虽然咧做治疗，总是伊也是足有精神的。讲到传福音，哇，迄偌有气力的呢。咱拢属于一个要退休的人，一个咧做治疗的人。伊气力对倒位来，伊就是定读圣经。兄弟姊妹，咱有在家会主吗？咱有较无上帝话语吗？咱早起起来有亲像即个咱所知的，亲像张忠谋，亲像咱圣经中的，亲像咱身躯边的，亲像尤牧师定定咧甲咱讲的，咱在家会主，咱有较无无？伫今仔经文中间头一节，咱无读到，总是伫8章一开始，8成就亲像一个人。可见是同心合意，拢总来甲水门前，看的所在，请经学士医师来读摩西律法的册。这个命令，因是请伊来读，所以兄弟姊妹，当承受起好时，是年希美讲来哦来哦来读圣经无？毋是，敢是医术啦讲来啊，恁来主持，叫讲来啊来读，毋是，是啥物人讲的？百姓家己，兄弟姊妹，你厝的人，你的囡仔，你也教导囡仔时势。伊讲我今仔日袂记咧读圣经，紧来读，安尼就对了。兄弟姊妹，咱有较无上帝话吗？是论到伫要爱困上帝歹势，今仔无读，紧来甲摕来读一个，读了安那较好困。兄弟姊妹，咱是较无上帝话啦。刚好，咱会当用咱的心智来得到这个福气，而且要互咱的子孙嘛得到这个福气哦。咱来斗阵读耶利米这安尼上帝应允，请我要互因一心一路，互因常常敬畏我，互因甲因的子孙得到福气。咱若要互咱甲咱的子孙得到福气，咱就爱用上帝话来自家。咱就用上帝话来成做咱今仔开始，用上帝话成做咱事业的根基，咱拍拼的时机，拢伫上帝的手中。咱就爱咱就爱认真，因为上帝要听你的祈祷。咱嘛爱对上帝话来看见上帝互咱的应允。安尼，咱当心来找求
同心来追求上帝的心意，互咱的心甲上帝心会当合。上帝司机伫上帝的手，上帝要安怎引带你到对的所在，你才愿意跟对主。昨我要去台中这间教会，去拄着我一个神学院一个同学我实在心伊讲英元姐，足久无看到你的吼，要几年啊？对，第8年啊。拢足久无看到你，我拢伫咧骂恁的你吼。你若愈来愈少年我就是等即句伊我著感谢上帝，是安那？因为伊伫甲我读神学院的时阵，伊要考试入去时，伊要读倒数是3年的，总是考试无过，学校干那互伊几年？2年先读1年1年读了文硕，你就爱毕业伊就搁申请申请讲我要读倒数几年？3年。即边学校安怎甲伊讲？好啦，无互你读2年。所以伊袂当读倒数，伊干那会使读啥？文硕2年。2年是毋是要毕业啊？伊已经袂使搁申请安那倒数倒数就是将来要做牧师安尼伊就讲好无2年读好，无我来上班。伊爸爸妈妈甲伊讲，伊的爸爸妈妈甲讲，伊大学毕业足优秀的。毋知是安那拢神学院拢无互伊通过安尼伊爸爸妈妈讲，我领受就是我要甲你奉献给上帝，所以你著定伫神学院，莫甲我离开。等了2年毕业莫离开是要安那啦？伊著安那？学校讲无安尼，搁一个协谈硕士的，就是我上头读的协谈硕士啦无你搁去读迄，搁去久2年安尼伊心内想讲我要来上班啦，反正我若袂当读倒数安尼啦讲就上因爸爸妈妈讲你著伫咧神学院等嘛，2年以后你才去上班就去协谈硕士，搁读2年，所以才会教我同学安尼读了后就爱毕业对无伫咧上尾1年有一个 ABC 转来读倒数，2个人安那看对眼了。原来因妈妈所领受上帝话，叫伊免烦恼，爱伫神学院等，就是等啥？上帝要应允予伊所以我昨看到伊的囡仔一男一女，我心内搁想到上帝的话。伊的妈妈真甘心，是一个高中的老师，爸爸妈妈将伊2女1男拢总献予主的。所以伊即摆囝嘛是牧师，伊的大查某囝就是我这个同学，即摆做啥？牧师娘另外上细汉的嘛读神学院，总是毋是做读倒数，拢是读协谈硕士。兄弟姊妹，当咱若专心来追求上帝的时阵，上帝好康的要互你，你毋通走啦。安尼意思知无无就安那，就错过愿上帝伫咱的甲上帝的追求中间，上帝应允伫圣经中间，咱就爱恭敬静静继续来听，毋通看了就走上帝讲你莫走啦，你就安那飘一下，无采去上帝要互咱的就亲像以色列安那，伊互遮的百姓伫面前安那提册来开帖遮百姓就拢安那。起立起来，徛伫所以咱拄则用徛咧来听，百姓耳康听律法的册，读了律法的册安那？哇！因一个读就明白，一个读就安那？读偌久？6点钟嘛。少年一听讲救人毋是坐咧互你坐咧，你嘛坐甲足艰苦徛咧呢。6点钟是继续无持续咧听，当然有足好的同工，才有写写讲伫第4节咱无读到，总是咱来知有13个主教这13个主教要创啥物？除了帮忙读，因为伊一定会晓读希伯来文的，搁有一寡人主教要创啥？等下咱就知影好，因读了后听见上帝，咱拄则拢静静听，下骹咱拢无声。总是因听了安那，哎呀，野手俄罗主
而且一直讲安那阿门阿门。明仔载阮3个牧者要去读台湾神学院，要学即个讲道学，要安怎讲道吼。即个要讲道的即个老师吼，专门咧教讲道的吼，伊是非洲的即个美国人吼，就是牧师吼。咱敢知？迄落非洲的即个美国人，因若咧做礼拜，牧师咧才讲道，因咧下骹呐，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对对，安尼你知吼？就参像这样呢。吼，伊是足热情的，是上面跟下面。兄弟姊妹，我知，咱唔免话，咱歹势话，总是你内面爱话啥？阿门啊！主啊，救我！我就是要爱这主啊！我要安那用野手开嘴来拍拜，拍拜意思就是主啊，我拢交互你。主啊，你提醒我的，免赶紧，免忧愁，今仔日讲几遍，免忧愁啊！咱有算无？起码2遍以上，免忧愁，今仔是胜利。咱把咱的忧愁交互上帝，这就是拍拜啊！咱无搁掠即个忧愁做咱的主啊！咱拢无咧想咱的主的，假使咱拢咧想咱忧愁的代志哈。所以因伫安那，伫同理合作，咱等下就知影。伫个遮因嘛6点钟分别安那轮流来读，而且等下咱会知，毋是咧读了听见尔吼。因为足侪人希伯来文已经袂晓啊。咱在70年向带去伫个巴比伦。70年已经下一代，咱讲尼希米，伊可能是去掠去遐被掳之地巴比伦啊，即马已经波斯，伊已经第2代啊，所以伊可能安那已经袂晓讲希伯来语啊。就参像第1场的对加拿大转来顶主会长老的2姐因的囡仔，拄啊甲打招呼，因伫个遐已经第2代，已经袂晓台语，嘛袂晓华语。所以伊坐伫遐，伊讲伊敢若听有，规日总是伊愿意伫个遐来做礼拜。所以因着爱组织到底，爱翻译听有诶，过来因着爱分工做啥物代志？迄阵啊，敢有麦克？无啦，咱即马有麦克，咱嘛楼骹嘛听无，总是因啊啦已经有智慧，知影安那，甲迄个讲话的所在用较悬的，就是安那。放送较大声，所以因你经知影接力分工到底来服侍为着啥物？透过互遮的民众会当读圣经，经就是你经常读圣经，你就要会从那里得着知影意思。所以咱来读圣经，就参像顶礼拜地牧师伫咱中间讲，台湾圣经学院就要爱互人买会起的，搁一个安那。读会清楚的，吼，所以咱来读圣经的时阵，当然爱翻译，爱会当念出来，念好清楚，所以就有翻译，吼。另外，咱爱念好清楚，爱解说好清楚，所以咱就有即马开始台湾圣经公会有做啥物研读本嘛，吼，就是要互解说好清楚，迄个时代，即个意思是啥物意思？互百姓，互咱你甲我听会清楚，会当。知影即个现代意义是啥物？所以咱要读圣经，毋是干那嘴读出来尔，咱来识伊，就知影解说讲要安怎解说互清楚。所以咱知哦，伫尼希米迄个时阵哦，比咱即马哦，哇，因搁较无简单嘞。除了6点钟以外，徛咧以外，教导有分做2组，一组的人陪以色列伫个台仔顶轮流读，有一组的人创啥物？甲利未人徛伫下骹安那。你若听无，伊甲你啊翻译。你边啊，你即句是啥物？所以咱有朋友后礼拜生命拼图对咱来讲是一个挑战，是安那？因为因拢用简体字，因为因是3个国家，所以咱若是有带朋友来，咱会当坐伊边替伊来翻译。当然，咱会尽力。看要安那，互即个简体字变繁体字。另外，因讲话，伊袂晓讲台语，因讲的华语会小可安那，真无共款。咱伫边啊，会当安那，会当小可来甲翻译者。迄个时代嘛是安尼哦。所以圣经兄弟姊妹，圣经毋是互咱安那
读了就一个敢若保庇安尼，毋是啊。咱爱读了，阁爱明白，阁爱知影即个意思，照安尼去行。所以保罗伊家己安怎讲？讲既若有利益的哦，我无空的，无要读，无甲恁解说，我就要爱来尽量，互恁知影意思，无暗看即个意思，要互即个意思，互咱逐个拢会当明白。因也无输当初要读道硕神学院讲道学的时阵，就互一个家己一个目标，就是要讲互人听有的福音，真困难。因为我家己教示，我讲甲足清楚，总是安那。我若看有人咧拄久啊，知影较紧换一个方式，可能听无啥有。特别我常常拢会讲做华语去有的人听无所以恳求上帝来帮助我，毋是讲，毋讲人听有的福音，搁加爱鼓励兄弟姊妹，对遮听有了后，会当行出来，会当实践出来，会当行出来的福音，对咱才有帮助哦。因为咱干那听是听讲尔，咱爱活出来，按照安尼来活。最后圣经读了，当初迄个时阵，对迄个时阵讲的是啥物意思？那对我的意义是啥物啊？最近咱在家会主拢知，咱咧读啥物记？生命记对啊，哎哟，足困难的呀，对啊，足济所在，哪会甲咱即马拢无共啊？迄是古早的代志，毋是？咱就爱问，现在上帝你要对我讲的是啥物意思？所以简单来讲，咱若读圣经有圣经来帮助咱读得出来，读会当用嘴来读出来了后，咱会知影释义。当初你若毋知影，你会当买研读本啦我毋是咧推销总是你若拄好信主的人，你讲这是讲啥物意思咱就爱去知影这个圣经的意思是迄个当时迄对作者迄个语言，迄原来意思是啥物？然后咱就爱甲圣神问讲：主啊，呾现在你要对我讲的意义是啥物？因也无说只有一个足好的朋友，伊嘛足认真读圣经，伊是一个外派人员总是伊对一个代志一直无法度过。就是伊感觉女性袂使徛讲台，所以我要读神学院，要读徛讲台，伊安那？伊甲我问足侪问题，有关保罗讲到女性袂使徛讲台的代志，所以讲啊讲，当我做传道的时阵，伊就安那教我安那切几段，切8段，伊就讲伊对圣经的认捌，上帝一句话拢袂废去，拢袂无共。圣经保罗讲安那，查某人敢会使徛讲台？所以你敢会当做传道徛讲台？袂用的。总是兄弟姊妹，上帝的话会刺插人的心。经过时间过去，伫3年前我要封牧的时阵，伊阁对国外转来参加我封牧。兄弟姊妹，当咱若互人误会，讲人圣经就安尼讲，你安尼毋对，上帝要替咱来伸冤，若是正经真理是安尼，咱就毋免论内，咱嘛毋免忧愁。上帝伫适当的时间就要为咱来伸冤。耶稣嘛共款，咱看到即个经文内面法利赛人因来挑战耶稣讲，我都捌看恁的学生拢无洗手啦，无洗手就来食饭来你这耶稣你带这个囡仔，带这个门徒无卫生啊？咱的耶稣敢反对饭前洗手卫生的问题吗？兄弟姊妹，毋是安尼。咱的主反对的是法利赛人，干那用伊的目睭咧咧看人的目，干那用伊的目睭咧解说圣经，甚至伊用伊的目睭咧看论断耶稣所行的，因伊掠家己做义。兄弟姊妹，真济时阵，咱毋知影，咱是错了，总是咱阁大声，
咱我啦，咱这理智啊呐，理直气壮，其实毋是哦。原来有当时真济时阵，咱搁较济来读圣经，咱就知原来是咱错了，恳求上帝来帮助咱。当咱知影咱错了，上帝话语，互人就会来提考。伫个尼希米伫第9章，这个会众看听见律法的话就提考啊！我错了啊，因为气插心。你彼得啊，一个甲其他的书就讲兄弟啊。阮着安那做？兄弟姊妹，当咱伫礼拜还是逐工读经中间，咱有试查讲啊，咱着安那做的时阵，咱就爱来悔改，咱就爱来做出来。做出来了后，咱的恩典嘛要分互别人。2礼拜前的拜3祈祷会啊，咱的结束伫个祈祷会中间领受足济。因为迄天读的就是讲，咱爱伫上帝话内面啊，上帝嘛别伫个咱的内面，咱所求的上帝就成就啊。是上帝是活的主。迄天啊，8点半以后，伊就开车要返去伊的厝诶。啊，伊还搁咧想上帝话时阵，有一个声会叮，因为因兜到啊，头前遐伊应该爱右转，有一个声叮。你莫右转，你爱往前。主啊，你伫我内面，我嘛伫你的内面。主，我真知你互我讯号，所以伊就顺服，因为直直行较远。好，伊就讲好，安尼我就莫右转，好，我就直直行。伫伊直直行的几秒钟的时间尔，好，一个青光白光的安那，开车拄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伊若是无直直行，伊若是右转拄安那，嘣！兄弟姊妹，伊就甲即个分享伫内的内面，伊看见上帝用伊的话语真实来引带伊，伊嘛愿意顺服。兄弟姊妹，伫咱生命中，咱敢有即个经验？上帝话语甲你讲，你毋通烦恼，毋通生气，你毋通谄媚，毋通论断人。咱有听见，咱有照安尼去行无？咱若照安尼去行，咱就袂甲人安那蹦。敢好？愿上帝的话语真做咱的帮助，咱嘛来分享互有需要的人，毋是干那正面分享互别人尔，嘛愿上帝话语就是咱的正面。特别是伫遮讲的，毋是干那咧讲爱惨的伊。兄弟姊妹，咱的德福，咱医生有中昼伫咧遮食饭，凭良心讲，真的足济的冲突拢是对食饭开始。我食饭有啥物好吵啦？有哦，你来你就知。你来，你135，你若讲啊，我年纪还袂到诶，啊，我来创啥？你就来服侍啊！你来服侍，你就知，对，细心哦。伊目镜好安尼，无输你知，我知，因为伊拢有来服侍。兄弟姊妹，当咱咧食诶时阵，就是一个爱餐。愿咱拢伫主诶听内面，咱来听。身躯边的人，对遮开始啦，莫讲伤远啦，食饭就好啊啦。食饭，咱若伫社区内的朋友，因可能爱食较济，可能因爱食较济肉，因为因枵足久啊，有可能嘛，所以兄弟姊妹，咱爱餐毋是要食好饱通通，对无？咱爱餐要食安那？哎，关系，哦，这相当真厉害啊！食关系的啦，啊，搁食安那？食小可袂枵就好嘛，好无？咱毋是要食甲饱通通啊，食好啊，咱就毋是，咱就食安那关系好，敢好？啊，咱若有气力，咱互相来服侍，恩典就满出来。咱若上帝有互咱你会生气啦，因为你会向骂啦。我知啦，真侪人来遮服侍了会向骂，讲哦，我来做志工，搁向骂，对，你就知有人互骂啊，总是安那。上帝伊
要真做咱来帮赞吼，因为咱嘛捌得罪上帝嘛吼，总是安那上帝互咱有恩典吼。虽然咱得罪上帝，总是上帝有恩典，互咱无提靠中间，互咱无忧愁，互咱喜乐会当满出来。咱就安那彼此来帮赞，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活的哦。咱斗阵来读即句，请。因为上帝的道是活，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上面的剑较来，紧若魂甲神甲骨髓，无去入心内者的念头甲主意，也无要监察。所以上帝话进来啊，吼，知影你内心无愿意面对的啊，穿上红的粉红啊色的即个帅哥。咱大家捌无？伊讲叫做伊尖啦，吼，足尖的，所以讲101迄顶头足尖迄伊的啦，是还无用去过户尔啦，吼，所以叫做尖啊，丢了哈。伊拜个来分享，伊讲伊捌伫个一个足悬的所在，伫个金融即个界是总经理啊，一夜之间啊呐摔落来安尼吼，啊，所以伊就要啊得到一个镜头，啥物镜？对，好佳哉无人甲讲老人症吼，毋是吼，即个症就是迄个忧郁症啊。因为我会记得我8年前我拄好来的时阵吼，咧迄个角落几啊遍啊，伊若有转来嘉南教会时，迄阵已经去加工啊，伊就会甲阮传道啊，就开始哭几啊遍，心足艰苦，因为忧郁啊。因为那，伊就是感觉足委屈啦，因为伊互2个人那，2个人互伊对足悬的所在那，嘣，心足艰苦。忧郁的期间，伊几啊遍拢想要解决家己的生命。伊有牧师为伊祈祷，有一个牧师外国人的牧师为伊做启示性的祈祷，就甲伊讲2字尔，外国牧师，但是翻译做2字啊，啥物字？我这字恁敢看有？圣经啊，迄天有来听伊分享就知影，就圣经，意思是叫伊安那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安尼。伊就咧即中间，虽然伊破病，总是伊也是袂记咧安那读圣经，总是伊愈读病好无，心愈安那。无欢喜呢，伊哪会愈读愈啊啦，白，所以吼，伊就足气啊，伊就是无法度解。